12月5日，新的清醒狀態，他被賜予一種天賦，彷彿是意識和存在的新境界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83頁。協會中的大部分會員都會對什麼是精神覺醒表示困惑。我極力去尋找奇蹟，一種使人激動人心、地動山搖的奇蹟，但通常發生的卻是幸福及平和的感覺，使我們有了意識的新境界。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，我的精神錯亂和內心混亂消失了，我進入了希望、愛與平和的新境界。我認為如果想要持續體驗這種新境界，就是與我的真誠奉獻的程度和實踐 AA 12個步驟的投入程度是成正比的。